后来继续来看这个武汉肺炎的关系，即摆做喙暗的工厂是每日的赶工。中华一间工厂有一个女员工在处理各种的机台，结果正手真知影的第一节去互机器剪断去。同事发现，赶紧甲指挥，甲断仔包起来送病院。加在这个断仔有顺利接断去。工厂的员工讲，这疫情爆发了后，因的工作量增加。 每一个人拢是无闲，可能一时无注意，才会发生着意外。头家讲，这员工上班的时间拢正常，并无过劳的问题。打来会来加强教育训练。被机台切断手指头的女员工，正手中载包卫生纸，行上救护车。救护人员一边看伊空喙，一边甲伊的肠仔烧好势，送往病院治疗。这支上长，所以一定是这个。吐掉了对啊。 手指头去机台切断一节，感谢女员工也阁真认真，医师马上帮伊甲肠仔接转去。不过为什么受伤呢？伊嘛无啥清楚。颠倒是边的同事也会记你当时的状况。就是我们有一个绑带机啊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是他口罩不是这样子来嘛，这样上去啊。 可能 kidding 这样子好，就先帮他止血啊，然后就是旁边的那个隔壁台的那个弟兄，他去看有看到那个段子。对疫情爆发了后，大家拢全力赶工，虽然国军有加入帮忙，不过因为无熟练，有时阵员工就爱阁分心指导因。咱就是爱甲伊教，变做讲两台拢爱走来走去，有当时也要顾这台顾迄台安尼啊。 工厂表示讲，最近工作量确实比较大，但是每一个员工的工时拢维持伫8点钟，绝对无超时过劳。切断手指头的机台确实真容易故障，会加强员工的安全教育训练，避免意外发生。